拜辣透早。拜六透早，阿英对，对阿母去买菜。这是这是阿英上上，解欢喜的代志，因为因为会当会当买。因为会当买真济好食的物件。好，阿母出来。说阿英，哎呀，我要来去做菜市啊。好，要对你，妈妈要对你，菜市啊，好，食到，嘿，啊去，哦，去菜市啊买物件，第二幕，第二幕，阿爸伫。来，阿爸，你来洗衫，来，起来，遮洗衫机，遮洗衫，遮上即台迄是鼎，你来去鼎仔洗衫啊。这个这里了。你兜的洗衫机，你毋知伫倒？这个就在你头上啊！外加很贵，报纸嘿，报纸嘿，等下看报纸。好，洗衣精、洗衫精，甲倒落去。迄袂使啊，迄是米啦，迄是米啦，迄是白米啦，你莫甲米倒。好啦，甲外甲扛起来，倒完扛起来啊！洗衣机的盖子没有啦，假装的盖啦，没有进来的东西，扛起来，盖起来啊！你有没有洗过衣服啊？按下去，去落去，好，去扫帚扫个，去给扫帚扫个，扫到它。他在扫自己的台子。将掏背，请你站起来念一下。好，了后，小华站起来念了后。准备煮饭。好，阿爸去洗你呀。报纸有物件底，用东西压住你的报纸。这个阿爸的扫把的欠揍很黑啊。CB 洗米了 ，CB 那边不是有个电锅有米吗？你会洗米吗？哎，装一点水，假装地瓜水。外面。来 CB 呀，洗米呢，洗一洗。哎，啊水甲倒去，干脏的水倒出来，米不要倒出来。哎，对，好，啊给你那个较黑嘞，插头插好，准备要按电锅了。好了，回去坐下来看报纸了。差不多做啊。哎，你没有出门啊？去看报纸啊？好，第三幕，沈世勋第三幕。啊，阿母甲阿英回来啊。侯凯源，你应该出来演戏的哦，一般你在下面就没有再看他演了哦，对不对？后礼拜就你演啊。阿爸，我回来啊。好，去坐嘞。阿母来煮饭。你好，你坐。你看我老师是有帮他们准备好他们要坐的椅子的哦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去煮饭啊，阿母。我给你煮几项菜。啊，要煮。恁家的菜哪要现做，敢嘛能换？我搬厝。对嘞。做饭吗？打我啦！吴森宇，你没有接起啊？好，阿母讲煮好啊，大家来吃饭。来，阿莹站起来，阿莹站起来，请你去掀开你们的电锅锅盖。你的屁股面对我们是不可以的，请你正面对着我们，你要走到妈妈的旁边，哎，好，黑鬼，然后全部的人一起念，全班一起念喽。